梦想伊有一个某叫做娃娃。哎呦，因这个某啊，不但是人水啊，而且呢，头壳永远也是真好。伊知影讲这个曲梦社已经输人啊，爱去做人3年的无钱奴才。但是伊这个头脑好的某，伊敢会去互因翁去做人的奴才呢？哈哈哈！看卖看卖。 奇怪，这个人平时都足准时的，三顿若到，一定拢1分1秒都无减顿啊食饭。哈，这个时阵还未倒转，好，你变看啦，甲天照打，即摆若倒来，伊做嘛绝对无放伊煞。哼！安尼啦，家己一个食，实在是气甲食袂落啦，食袂落嘛爱强食。哼！ 好啊！哦，一个入门尔，一个面敢若苦瓜咧。无啊，你会记咱翁仔某约束的代志袂？会啊，会记的啊。会记你上好。你看，害我一个人食2人份啦，丢甲咧一个巴肚饱啊，原要变破。等下我这个巴肚吼，若安尼较消咧，恁做嘛再甲你算数？真收收咧。好啦。较紧咧。免喘，免喘，起来！哦，恁做嘛要来算啥？卖啦，太太，我伫咧外口吼已经有够可怜的啊，卖搁甲我算笑。你是咧偌可怜？都安尼啦，都吼，我若无讲你听，你都袂了解；我若讲你听，你就了解；我若拢总无讲你听，你就拢总无了解。你是咧讲啥？我拢听无半句。我毋是甲你讲啊。你敢若这了解甲无了解，重复几落10遍，我拢听无啦。哦，安尼哦，无啦，都安尼啦。哎呦，一言难尽啦，我用笔会较紧啦。就叉安尼啦。有影无？嘿咯。哎呦，我阿梦的唔敢哦来遮济。哎呦，原来你伫咧外口受遮尔大的委屈，我拢唔知影。啊，无小等下吼，我再另外来去传一寡较好的，通甲你营养补给，吼。无啦，太太，你若葱无好食，我食吼，我嘛是无心情通好食。是安怎讲？就安尼啦，我甲迄个白菜一人2个相输，结果我相输输伊咧，我就爱去因兜吼做3年的长工做无钱的咧。我去做长工是袂要紧啦，是讲阿某的，你搁遐尼水吼，搁遐尼油吼，你一个人住喺厝迄3年，毋知要安怎过，我是咧唔甘安尼你的。是安尼哦，遐尼兴激哦。嘿咯。免惊，你免去，我有咧靠。免去？嘿啊。无咯，我甲人讲好啊咧。哎呀，你若遐尼刁定啦，叫你免去就免去啦，有代志我才负责啦。我唔相信讲哦，迄白贼一来，伊有通天的本领，因怎啊绝对甲伊拼者。太太，你的意思是讲你有办法咯？有哪来无？真是的哦。嘿啊。太太，安尼我带你带了无毋对，来我斟一来。就是安尼。我梦想，喂，无你即摆是咧安那？是咧甲恁某咧离袂开放袂论哈？行啦。无啦，太太。大丈夫。对，我是男子汉大丈夫。哈？讲唔出去都唔出去。啊，你唔只有欺骗。嘿，无你即摆咧讲啥？我梦想，老财啊！你既然若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你甲我讲话唔该照讲照行哈？你风度摕倒断你啊！无啦，毋是啦，即句话毋是我要讲的，是我。是我啦，我叫阮阿梦啊，唔免甲你去。你哪会用安尼啊？阮2个人相处是欢喜甘愿的，爱输当然是爱对我行啊。你较准察的吼，恁爸仔囝串通好，是要来逼阮阿梦的，哈，无遐尼简单啦，伊啥就甲你去。啥物我逼恁阿梦啊？你即摆讲即句话是啥物意思？你啊？你讲这敢有成人咧讲的话？啥？你无甲我当作是人无？你甲我当作是啥？鬼唔哈？你讲啥？较早不倒来啊！是的，我讲唔对。拜托你慢慢遐大声。我是讲，人阮2个相处，即大家拢讲好，好绵绵，欢喜甘愿的，这哪有啥物串通啦？你嘛安尼话小听清楚的。你讲无串通，会用的，你有啥物证据？证据摕出来讲啊！你这找人翻嘞？我咧甲你讲规部，你还佫
手句啊！我无爱甲你讲，我无爱甲你讲。哎，喂，看梦啥？喂，行啊行，你甲我讲，我毋知照顾照顾。小等，无遐尼简单哦，无证无据来到阮兜啊，叫阮阿望会甲你去就甲你去。哦，你想讲你碰风哦，安尼专门的，你这白贼大仙啊，你白贼破事哦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是要找阮阿望去，就爱甲我赌一个。假使讲我若赌输，你甘问阮阿望再甲你去？甲你，哼，我当堂是5尺以上的查甫囝，我才无爱甲你这个查某斗呢。啥？你讲要甲我斗？哎呦，你要求死啦，砍死你靠边命哈！你还假死要甲你做啊？等，你这是讲你倒位去啦？我是讲斗头家的斗，咱咧讲安尼哪有毋对啦？哦，是安尼哦。嘿啊，试看你讲，假使讲吼，我若是斗赢你啊，阮阿望啊，全安尼要甲你去的代志取消，无输赢。嘿，啊万一你若斗输我咧？就假是阮阿望互你做奴才，啊我互你做干啊，哎，安尼就上公道啊。嘿嘿，我梦啥？喂，你即摆你有听无？哈，有啦，你有听？有啦。啊，你要做证啊，要毋做证？较赞的啦，太太，喂。安尼敢好？哎呦，免惊啦，你放心啦。毋只甲阮阿望的要做证，我是说要甲你交手指。啊，你真是拢袂后悔？袂，我袂后悔。来，啊，来就来啊！好，你大声，主人让客，互你大声，家无风度。要我大声哦？是啊。好啊，要我大声我就大声啊。我甲你讲，昨昏我咧困的时阵吼，你知影发生一件什么代志无？什么代志？吼，迄月娘顶，迄月里上哦啊！踮喺月娘顶面咧，踮咧唱歌跳舞安尼好，哀甲大细声，我要吵死啦！甲乱到互我强要袂当困，我人一个火倒啊，怎规条阿里山当作石头都甲牵起哩？嘿，安尼讲安尼啦，我手安尼怎甲背起哩？啊，佫甲我讲啊啦，讲什么一个风飞沙险啊去甲用着目睭啦，继续佫跳伊的舞，唱伊的歌，连来插我都毋爱插我。你讲这有合啊无合？但这哪有啥稀罕？我讲互你听啦，昨哦，阮兜来一个人客啦，我咧临时来哦，无迄个料理通啊请的，我昨仔走去村口掠一只蠓来，刀到破开迄个肝甲摕出来，想煞甲伊剁到136块，通啊摕落去炒，请迄个人客，伊咧伸手就甲伊捏，伊会怎甲吞落去？食袂落，啊配也配袂出来，就迄隔伫个南后的，煞哩还佫嫌我讲迄块肝切了伤大块，你想我安尼有比你较无吗？哇，真！哈哈！等下，我问你来，迄天顶遐星拢总有几粒？咱算看卖来，小算者。吼。咱吼毋免讲到遐尼远的代志，咱讲咱前就好了。无啊，我问你，你目睭问有几支啊？人咧讲啊，先变仙啊，变死搞一天啦。啊，这个白贼即日去拄着曲梦霞因某，哎呦，敢若去踢到铁棒，比踢到铁棒较厉害哦。曲梦霞因某啊，毋是简单的人物呢。到底这两个人拄着，什么人会赢？后礼拜唔通袂记哦，若无看，你就唔知意思啊。继续来看咯，吼。